厝内龜，作者陈金花。武汉肺炎，敢是上创地经过人类，替中国来警示国际社会，要切断人类的虚华、权力、经济、艺文、亲密，甲什么流行拢冻点啊！2000年发生过SARS，正搁发生啊！瘟疫俗称着灾，就算科技遐尼进步啊，人类还是逃袂过这款灾难。武汉肺炎所引起的是病毒甲人类的战争，全球为着肺炎死亡的人数超过65万人啊！这款病毒行久，因为病毒少接触传播，人若无加群，就较无机会活着。像咧苦劝人类骹步爱放慢，莫对外需求，爱对内静落来思考。因为极端进步就是极端迫害，宇宙大自然毋通互文明进步吞食落腹。近来地球村的世代想要得到丰富的资讯，人毋免出门，嘛拢会当知影世间事，尤其是青少年，拢足够利用科技的方法找资讯，规日飞手机啊，看面册，拍电脑，甲人的互动变少，居伫厝内时间变较长啊。用华语来形容这款人，叫做宅男宅女。台语工作者定定咧思考，用母语来学新的语词，通延续这个世代的语文变化。亲像咱即马用较真惯势的 FB， 都有人甲号做面册 CD， 甲号做电子饼，行动电话甲号做手机啊。针对介意居伫厝内的人，咱就来甲号做厝内龜，因为居伫厝内龜，甲一只龜的龜拢同款音。中国肺炎造成的病毒大规模扩大，已经引领着全世界，惊动人心。恐怖的哀嚎遍野，疫情比战争死较侪人。政府惊人群聚集会造成传染，禁止足侪活动，嘛鼓励人尽量毋通出门，出入公共场所一律爱挂喙罨，大家惊烧话拢尽配合。毋但挂喙罨，阁保持1.5公尺的社交距离。真侪人为着生命安全，嘛甘愿做厝内龜，守伫厝内过居缩慢活的日子。疫情威甲全世界，毋过因为风俗民情无同。我寄喙罨互荷兰的查某囝，伊煞甲我讲，欧美国家挂喙罨的定义是着病啊，所以挂喙罨会互人歧视。唉，无怪因摊家遐严重，即马因读册、上班，拢是爱厝内龜，靠资讯。远距离上班，线顶作业。台湾因为武汉肺炎，煞成做全世界防疫
上好势国家，因为咱知影太子妃是天良的派部属，所以早就传好势来听候啊。自过年到当，逐日新闻报袂煞，强力宣导挂喙暗，各发出防疫顺时钟的流行口语，所以台湾到当会当正常生活，毋但安内，搁伫灾难中，互国际社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，认捌台湾的喙暗外交、喙暗国家队，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。山水悠远美丽，空气自然存在，毋过奸诈病毒，互惊吓的地球人多数采取厝内居的教学上班，安尼互人心小可得到安定。台湾的疫情虽讲较严重啊，毋过规世界还阁如苍苍。可劝大家无代志，尽量莫出门，做厝内居，嘛算是防疫的功德。咱共同来度过这个人类的大浩劫。